这可是我初吻。你，杨过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段飞，你无耻！爸，你看他脸上是什么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？哎，段飞哥，你不能走，干嘛？再聊两句嘛。你说我听着。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？你叫什么呀？我生气了，我都跟你说过我叫什么了。我叫苏小雅，记住了吧？好，我记住了。既然我们都是朋友啦，你留个电话给我呗。我发誓，我保证绝对不打扰你，就偶尔打一个。把手机给我。给。那段飞哥，我还有一件事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这可是我初吻，你要对我负责。累了吧？公司情况怎么样？不累，公司一切都进展得挺好的。段飞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问他呗。新婚之夜，你把段飞关在门外，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不能把他关在门外？我跟他领证已经够勉强的了，我对他没有感情，没法接受他。他是你丈夫啊！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在我心里，我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做我的丈夫。你再怎么逼我，我也接受不了他。你说胡闹吗？这是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我为了你和红顶的未来。那你也不能这样安排我的人生。彤彤啊，你要学会接受，这样我才能放心的走。爸，我知道你有你的用意，但是段飞他突然这样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我真的很难接受他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各位，来坐。杨过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段飞，你无耻！爸，你看他脸上是什么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看到了，不需要我解释了吧？段飞啊，把你脸上的东西洗干净再来。快去！有什么事儿跟哥说，哥帮你解决。你说他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呢？我那么喜欢他，还当着我的面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的，我哪点比得上了我？你朋友被人抢了，你别伤心，咱再抢回来呗。怎么讲？我打不过人家。再说了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我是真心实意的对痴情，抢过来能幸福吗？兄弟，我跟您说的是智取，女人需要的是什么？是吧？女人需要的是男人的英勇。你比那小子差哪儿？我打不过人家，没人家厉害呗。怎么样，这主意？我也没想到。臭流氓，无耻，下流。
面兽心。这可是我初吻。爸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真的不是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必要跟我解释。红豆，对不起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请听我解释。滚！你要是再不开门的话，我就站在门口一整夜。一整夜，谁信啊？别爸，您来了。哎，没，他小小脾气呢啊。师徒啊，马上会给我开门。哎，别，哎，别，真的别。他就是小孩子。您放心，师彤马上会给我开门。你不用陪我啊。喂。没说话呀。新郎官来挺快啊。哎，老大，这么晚叫你出来，会不会打扰你们俩的生活？行了，这么晚找我什么事？跟我来一下。送你个礼物，明天把这儿布置一下，以后我们就有地方思考了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们大概调查了一下，现在呢，天海市有3家集团，苏氏、天浪还有红鼎。这3家集团呢，基本上控制了天海市近半的商业产值。苏氏集团头号代表人物苏老，今年已经70多岁了，现在呢处于退休状态。第二个呢就是天浪，老总是魏天浪。这家公司表面上看起来很干净，但是背地里也少不了很多的灰色收入。第3家就是红鼎了。老大，你老婆公司的事儿